多谢宇杰来关心军事消息。中国第7集结束宽大军演，12下晡3点左右，外国媒体就写讲，中国武已经伫台湾的北部飞航情报区为这个管制区，时间为4月16到18，前后有3天。要不差不多1点半前后，内阁交通部发出声明表示讲，这个管制时间缩短到4月16早起差不多剩27分钟。交通部长王国材透早就讲，11就收到中国的电报通知讲，因为影响范围伤大。随甲对方沟通，彭博社是引述学者的评论讲，这是中国真罕见伫台湾抗议了后做让步。专家认为讲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有真日国家的领袖要伫4月16参加伫日本的 G7 峰会，就是呢7大工业国的峰会。这个期间专机队通过这个关制区，这可能是中国该管制时间主要原因。中国伫咧10号结束宽大军演，拜三时阵发布会伫咧4月16号透早9点半到9点57分进行访台活动，为范围就拄好选伫咧台湾北部飞航情报区，估计会影响到33航班，引起到国内外关注。我不了解相关的情况，你可以向主管的部门来询问。那就这个工情上面来看，它的航太就是以航空太空以上的这些任务，不外乎就是不管是卫星啦、通讯啦等等这些发射的一些这些任务为主。第一时间去互媒体问到，中国外交部讲对这个情形无啥了解，煞直接互台湾国防部来推翻。回头来看发布的时间点，4月12号下晡2点56分左右，外国媒体报道，中国原本按算4月16到18号，透早9点到下晡2点，为管制区来进行3天的航太活动。半点钟了后，台湾国防部就伫咧记者会顶悬证实这个消息，表示讲台湾的情资早就已经有掌握。到下晡4点23分，交通部发出条声明，表示讲管制时间改做4月16 9点半到9点57分，代志就伫咧短短点半钟内底大转细，管制时间为3天减剩27分钟。4月11号有用个电报的方式，是它有3天它是从事航太活动，所以我们也透过我们的管道跟他沟通。无到2点钟，管制时间就变这么济。彭博社的报道内底写讲，这是中国难得伫咧台湾抗议了后来退让。专家嘛认为，时间的变化和目前人伫咧菲律宾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关系。7峰会正好要16到18号在日本的长野举行，所以各国的这个领袖，包括布林肯的座机，可能都会通行在台湾周边的空域。中共他目前这种不理性的做法，会遭遇更多的战略反弹。中国为管制区无甲其他国家航线看在眼内，这边总算是踏到铁板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